有民众今仔透早赛车经过台东大埔乡的时阵，伊有听到这弄掉的声音，无特别落车去看，车就安尼一直驶到关山休困的时阵，才发现讲车头卡一只强仔，随向这警方讨救兵，加在这强仔有送去动物病院治疗，也要提醒民众，这台东是真侪野生动物的生态地，赛车就要特别注意。 真细日甲车头的水箱闸拆开，因为有一只山羌仔规个拢袂叮当卡伫内底，互车请人做伙救出来时阵，佫哀叫。其实这是民众无细日弄到山羌仔的交通事故。阿姨说是住在。 新派驾驶19透早5点外，为高雄开车要去花莲，途中经过台东县大武太麻里段的时阵，敢觉车头有小叮当者，毋过伊继续开，只是沿路一直看到对向有车一直甲四灯，开将近60公里到关山镇落车休困，才发现车头竟然驶一只山羌仔，惊一个赶紧向附近的分局报案，佮甲山羌仔送去动物病院救治。 山羌仔到病院的时阵，下骸抑有2支前骹拢骨折，正边后骹抑有身躯有瘀着，伤势严重，毋过也有性命迹象。负责收治的野原动物保育协会表示，台东环境真侪野生动物生态地，不是有动物会走来路的，所以提醒民众爱多多注意。春夏之交的时候，野生动物可能求偶啊、觅食的那个需求又更频繁。 那个时候反而是更要注意浓雾啊，然后光线不好的时候，那帮我们开慢一点。野生动物有受伤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999，那到县政府我们县民服务专线，我们会指派适当的人员去协助。台东县农业处指出，无细日弄到野生动物，无牵涉到刑责，若做发生相关状况，会有专人协助。警方呼吁民众开车的时阵，若做有各样，应该爱安全停好了后，详细检查车，安尼才有法度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